阮做这乐器嘛，阮算歌算乐器内底一种嘛，就爱响。固定钉吼，你来钉在这顺着钉头来。钉好了，你再使放，无一句话甲放，我看拢差不多完蛋，前功尽弃。我是感觉肉体疲倦啊，迄毋是艰苦。阮做这我就定来甲大家分享啦，做这就敢若运动，送去就敢若佚佗。这个阮老爸做的，70多年的歌，我就在歌面安尼来听。这其实伊有啥物出来？伊啥物出来？我就感觉，这个阮老爸伊甲我讲话，伊讲你著爱好好做。